無敵海景新樓幾千蚊租，環迴嘅海景，翠綠嘅生物，漁港風情獨享夕陽美景，毗鄰大型屋苑，名店林立，港鐵站近在咫尺，四通八達，多種特色單位可供選擇，月租最多都只係幾千蚊。唔係廣告嚟㗎，係真㗎，咪係將軍澳寶盈花園對出咯。呢塊超級海景靚地原本愛嚟起居屋嘅，但停建居屋後就改為起3座公屋，2000幾個單位同一間濫藥輔導中心，會喺2014年落成。申請到入去住都咪話唔賺啊！不過後面嘅寶盈花園住戶就真係多得你唔少咯。遮咗啊，咁啊，梗係唔係咁開心啦，因為而家睇到個景係好靚噶嘛，咁靚嘅環境起咗公屋，唔係幾靚。區內14個私人同居屋屋苑試過聯署反對，區議員都同房署傾過噶啦，但都冇用。寶盈花園差唔多佔60%嘅居民咧，都由係公屋搬遷過嚟係變做居屋嘅。咁公屋嘅環境同埋衛生啊、環境啊、治安嘅話咧，其實我哋都會有個擔憂喺度啦。咁又唔好標籤啲公屋居民。不過咁靚嘅 view 起公屋真係嘥啲嘅，測量師都話賣出嚟至少值65億啊。咁你今時今日可能係已經去到5000蚊對價㗎啦，當你加翻2000蚊嘅建築成本，再加埋發展商嘅利潤啦，估計起私樓嚟講啦，要賣大概8000蚊到㗎啦。咪係咯，連房委會委員都話冇必要啊。房署就死撐，話塊地最適合起公屋喎。